各位，我哋衛視先睇睇曼谷嘅最新局勢。泰國反政府紅衫軍喺曼谷市中心嘅集會場地，夜晚傳出多次槍聲，同埋最少4次爆炸聲。而家未知道係邊個開火。申訴專員公署批評運輸署處理公共運輸交匯處單車違例停泊嘅時候推卸責任。運輸署表示接受意見，會繼續牽頭處理有關問題。申訴專員公署又批評消防處突擊巡查持牌食肆嘅次數嚴重偏低。消防處話會研究點樣提高巡查頻率，出年會按原有安排引入電腦系統審批牌照，同埋提升檢控效率。記者謝希璇報道。葵青區議會討論葵盛東村上星期2死3傷命案，醫管局提供嘅文件。中文大學嘅調查顯示，患流感嘅住院病人如果本身患有慢性疾病，死亡率超過1成。另外，中大預計今年會有比較多嘅人感染乙型流感。英國保守黨同自民黨組成嘅聯合政府正式運作，首要目標係削減財赤。內閣大臣率先減薪半成，兩黨黨魁都有信心可以完成5年任期。不過外界仍然質疑執政聯盟能唔能夠持久。歐洲多國推行緊縮經濟政策，防止債務危機擴散。西班牙宣布一系列措施削減公共開支，而希臘工會就再發起示威抗議政府嘅緊縮政策。報道。利比亞造成103人死亡嘅空難，當地傳媒話機師降落嘅時候曾經向控制塔報告飛機故障，而空難中唯一生還嘅荷蘭男童情況穩定。各位，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報導。河南一個農民，快新聞時間。中國平安股東減持股份，外電匯控行政總裁紀勤預期集團中期股本回報只能達到目標範圍嘅下限，又重申歐洲債務危機對集團影響唔大。其他新聞。河南一個農民11年前因為謀殺罪被判死緩，上個月案中被佢殺害嘅人突然出現，揭發冤獄。嗰個農民獲賠償65萬人民幣。內地接連發生校園血案，令人關注。喺北京市內，而家有500間幼兒園同中小學有由公安局聘請嘅保安隊員駐守，不過家長認為未能夠解決安全問題。駐北京記者譚美琪報導。香港乒乓代表隊將會派5男5女角逐月底喺莫斯科舉行嘅團體世錦賽。美國3冠馬王次關必利時大賽即將舉行，大超值被捧為大熱門。呢匹嘅3歲，睇埋六合彩結果係16、22、31、37、39、49，特別號碼係32。講埋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夜晚有薄霧，氣溫介乎23至27度。轉頭翻嚟有財經多國度。